最后记得台湾联侨还有一个特色啦，就天庄有写到真神奇、真浪漫的俩蛇来蛇妹俩到真纯洁的俩事情就讲记得变到俩种下做教师的时间记得种下捞到个条蛇妹个条蛇妹从山过向下吹了啦，去写讲甜嘞，大家是错向下，蛇妹喊甜嘞跳那喊你个蛇来个剑跳当背我涂了以后哎呀，很犟很纯洁就像是我个拖延向样佢们还有写到以前叫做同时很多蓝妹来看机，本变到安然的个526啦。526写讲蓝妹还有佢个姑娘向下散步摘水果，木条深山向向水木啦。当然光华婷婷啦，歌唱纯洁啦，纯洁。但是佢姑娘形容扮相家朋友扮相冇可能按台风啦，但是做蛇妹的经勇敢以讲样板一部分发现讲526对待其他蛇妹作家未强样柔情、纯洁、尊重，我相信係愛用啦，因為我讀到，比如講王健又講到以前526就感覺佢一個真好的溫柔的個羅先生咁樣啦。見到什麼作家強下出去全部會寫韓書本記掉啦。到526動腦的時間很高，比佢後生的什麼朋友呢？倆什麼朋友老介到作家的個友情就看冇強親像是談戀愛啦。相似啦，你創作啲部嘅韓書真多啦，記得沒有寫信了啦，可能又留下來冇問題啦，因為我編了記到中路嘅信了我用文記來5萬kim啦，佢唱講了條信了唔好啦，全部老什麼談戀愛嘅什麼信什麼嘅寫本記冇意思啦，我以前嘅問過啦，你下5萬kim伊攏冇吹咧，其他信很吹冇嗌咪唔啲，老嘅中路了都較重要嘅啲信咪冇留下來，先打爽啦，不管樣板526係Q時代嘅客家一家之主啦，霸氣十足啦，冇講家半樣家模樣板抗議啦，家來5萬kim都感覺526高分的威嚴啦，講時事啦咯，佢其實老家把526完全冇感覺，冇強樣，當場本家把學到嘅也樣辦。到一下沒有到評論者講526沒有所謂嘅Roman Forever 太好小說嗰度孤帆三部曲啦，就係亞細亞古嘅無法國台灣聯僑。佢到去調回來，我哋咧講咧正確嘅冇正確啦。不管你樣板講526佢咧亞細亞古嘅無法國很了不起嘅作品冇死嘛個太好小說咁樣嘅名啦。